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，我是徐英莹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这花莲的消息。你看这火有够严，这是发生伫花莲。花莲出名的东大门夜市啊，透早的时呢，导火烧掉40个单位，财物的损失将近1200万，包括出名这个润饼糕店，啊，搁这个肉签的料理，拢有被烧掉。不过呢，真土的是，因为高雄市长韩国瑜进前才宣布讲，这礼拜六要伫东大门夜市啊边啊这个所在做势，除了导火原因，这个夜市的安全问题嘛引起大家关心。火烧到被白叫开牌单位拢总导火，花莲的东大门夜市啊，日今日透早导火，面对摊商才转到厝尔，一听到消息，结果赶转来斗相共。这是我们的灯一直在闪，一直在闪，很像跳电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冲出去看，那边就有看到火苗。消防队员佫将铁门锯开，将内面的假树桶赶紧甲刷出来。为地图顶面来看，导火所在是伫原住民一条街甲自强夜市啊交界所在，造成边啊40个单位被烧掉去。依照摊商家己估计，以一担30万块来算，损失差不多是1200万。都不排除吧，或者电线走火啊，那个时间点怪怪的啦。导火原因也未确定，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伫车北就要去做事啊，所以讲引起关心。虽然火灾影响面积差不多是1/5，不过夜市啊共款会开，是讲有真侪人爱食的肉签、毛蟹料理，甲北港润饼糕暂时食袂到啊。在去感谢人员甲花莲县长冒到现场去会勘。整个用电还有用水都是分区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一区块整个先把它整理好。团长希望赶紧找出导火原因，分好好做生理。另外，整个夜市的消防设备，除了灭火器以外，恐惊嘛需要搁增加其他的器材来防范。